正好，10打板，我猜猜。白天看看吧。确实放。做一个好演员，多高温情况下，你看他们穿衣服穿了多少，我依然还是厚厚的，不脱，这叫专业。有咩香啊？我就把你送回去打你的拳。对。各位喺屋企嘆緊冷氣嘅朋友，我哋冇冷氣嘆嘅演員，願意為你哋演一部好嘅電影，請大家快啲去買飛啦！再点点心啊！好吧。来吧，喂，等等。呢個樣嘢，嗰個樣一落我就可以接翻你頭先嗰下啫，啪兩下。好啊，即係去盡佢之後。等先啊！稍微停，唔會有反應嘅，即係唔好咁犀利啲。少，盡量低啊！你哋一掹到，即係我哋咁樣開咗你手。好啊，一嚟一放低。Cut，给你。唔算攰喎，今日我琴日瞓咗15個鐘頭，所以今日唔應該攰嘅。你就嚟收工啦，同埋仲有2-3個鐘會收工，所以 OK 嘅，頂得住，第一日 OK。快啲！不許看！佢啱啱出到嗰時，我已經集資公園都冇點去。呢個就係叫做天然修練法，唔需要瘦身，唔需要啲咩營養產品，唔需要咩，係自然練翻嚟嘅天生麗質。原因就係因為我哋6點鐘收工，你係開6點鐘早班嘅時候，佢就8點鐘 8 PM 上床瞓覺。我未見過可以8點鐘瞓覺，連嘢都未食。
咁我哋梗係食嘢啦。咁所以好嘢，我哋同導演都講過，10年後佢個樣都唔會變。肯定。怎麼抬到他嘴巴他這麼遠？你看放了一個頭對着像波公一樣的哦。不要我站着，我在幫忙，他不要。哎呀，這怎麼？冇用。唔使驚，哎，走咗啦。哦。別人照着你。好。開始。別跑啊！開機寫得唔得？爬上來！刚刚这个镜头就是说我跟段兰泉一起去找一个蜂蜜，就是第一次飞蛾采蜜，然后第一次尝到世界上居然有这么美好又漂亮的东西。你咁啊 ，action！ 走！你繼續講，即係攞皮你都可以，即係可以幫。我諗我拉你先走啦。係啊。呢個係蜜蜂針完嘅裝。呢個又唔針你又衰。一啖蜜蜂圍住6萬隻，唔知佢邊隻點諗。好，你冚被啫嘛？邊個戴頭罩？我都唔知啊。唔緊要，執生啊。打 A 先啦，好嘛。可以了，4多板。OK，好，OK。